各位，我係彭健華。紐約股市急跌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經跌超過300點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而家係跌218點，報17393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跌17點，報2005點。世界銀行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測，美國零售銷售同部分金融股業績亦都差過市場預期，美股受影響。資源股同金融股跌幅較大，帶動3項主要指數連續第4個交易日下跌，道指最多係跌近349點，標普500指數跌穿120天平均線，下午中段跌勢喘定。歐洲主要股市急跌1%至2%，其中倫敦股市觸及1星期以嚟低位。倫敦富時100指數跌153點，報6388點；巴黎 CAC 指數跌67點，報4223點；德國 DAX 指數跌123點，報9817點。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，將會調派航空母艦到中東協助美國打擊伊斯蘭國武裝分子。奧朗德到大高樂號航空母艦向一眾士兵發表演說。佢表示將會調派航空母艦到中東協助美國打擊伊斯蘭國。佢表示，法國遭受連串恐怖襲擊之後，證明有必要派遣航母協助打擊武裝分子。法國早前已經配合美軍嘅行動，喺伊拉克空襲極端組織據點。阿爾蓋達也門分支承認策動法國巴黎查理周刊嘅恐怖襲擊，而新一期查理周刊如期出版。第一批70萬份好快就搶購一空，喺拍賣網站嘅叫價每份由幾千蚊至到10幾萬港元。雜誌社決定再加印至500萬份。查理周刊恐襲發生1星期，阿爾蓋達也門分支高層安西發放片段，承認係佢哋發動襲擊，目的係報復查理周刊刊登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嘅漫畫，認為咁樣做係侮辱伊斯蘭教。佢讚揚施襲嘅塞爾德兄弟勇敢，係英雄。佢批評法國係同撒旦一伙，又話歐洲國家同美國共同承擔針對伊斯蘭嘅罪行，警告襲擊陸續有來。失去多名員工嘅查理周刊新一期當地星期3如期出版。由於唔少人購買周刊以示支持，好多報紙檔一早就賣晒。有人就將周刊放到拍賣網站，原本每份售價折合27蚊港紙，叫價高達幾千至10幾萬港元。雜誌社決定由原先嘅300萬份加印至500萬份。查理周刊今期再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做封面，負責設計嘅漫畫家喺記者會上多次落淚。Il n'y avait plus que ce jus-là, il n'y avait plus que cette idée de dessiner Mahomet. Je suis Charlie. Et je l'ai regardé, il était en train de pleurer. Et puis, au-dessus, j'ai écrit Tout est pardonné. Puis j'ai pleuré. Et c'était la une. 伊斯蘭國嘅武裝分子就批評周刊再以穆罕默德做封面係愚蠢嘅行為。伊朗外交部亦都批評周刊嘅做法係侮辱同挑釁，認為咁樣做係極端主義嘅惡性循環，亦對伊斯蘭教徒造成傷害。無線電視記者馬雪瑩報導。敍利亞總統巴沙爾公開譴責巴黎恐怖襲擊，呼籲西方國家分享情報，打擊恐怖主義。敍利亞國營電視台當地星期3報導，巴沙爾接受捷克一份報章訪問嘅時候，回應法國巴黎上個禮拜連串恐襲，話任何殺害平民嘅襲擊都係屬於恐怖主義。敍利亞政府反對呢一啲行為，佢又批評西方國家領袖短視，連串恐襲證明佢哋嘅反恐政策係錯誤㗎，要為襲擊負上責任。巴沙爾呼籲西方國家重新考慮係咪繼續支持敍利亞反政府武裝。佢強調，對抗恐怖主義唔一定要軍隊，但需要好嘅政策。
國際太空站內嘅美國艙發出警報，一度懷疑洩漏有害氣體，6個太空人情況安全。事發之後，6個太空人全部撤離到俄羅斯艙，美國艙就暫時封閉。俄羅斯聯邦航天署表示，係美國艙嘅冷卻系統洩漏有害氣體，導致冷卻系統內部壓力下降，發出警報。不過，美國太空總署否認有氣體洩漏，又話可能係感應器故障，令到警報誤鳴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喺施政報告一開始提出3個警惕，包括要警惕佔中學生領袖嘅錯誤主張，又點樣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一份刊物。施政報告主題重法治、長機遇、作抉擇。梁振英喺引言就解釋，話香港目前民主進程同埋經濟嘅發展都係機遇當前，但係要作出抉擇。佢提出3個警惕：喺經濟持續發展、全民就業之下，社會上部分人開始忽視經濟發展嘅重要性，要有所警惕；喺政制發展問題上面，對偏離基本法嘅主張要有所警惕。佢特別點名提到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2013年編印咗一本《香港民族論》嘅書，主張尋找一條自立自決嘅出路。2014年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封面專題，對學院同埋其他學生，包括佔中嘅學生領袖嘅錯誤主張，我哋不能不警惕。我哋被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嘅政界人士勸阻。梁振英喺之後嘅記者會上面話，唔認為佢嘅意見影響港人享有嘅言論自由。又提到學院2014年9月號剖析港獨同埋武裝獨立等等問題嘅文章。佢比較香港同新加坡嘅大小，香港同新加坡人口嘅多少，點樣香港呢一樣可以好似新加坡咁建軍，諸如此類。但係呢啲問題呢，唔係一般嘅時事題，係涉及到香港關鍵嘅憲制問題。學院前總編輯梁繼平反駁梁振英嘅講法，我諗係對一個言論自由同埋學術自由好大嘅干預啦，因為佢咁樣係無疑俾咗我哋無論學生嘅一啲自治組織啦，甚至係學術界裡面都會有個政治嘅壓力啦，就導致日後究竟學生會嘅運作或者我哋嘅出版自由，我哋喺政治言論方面嘅立場會唔會係受到政治嘅打壓呢？梁繼平又話，學院係港大學生會旗下嘅一份刊物，編採自主，同學生會嘅其他工作並冇聯繫。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報導。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，法定最低工資最快喺5月調高至到時薪32個半。有飲食業話會增加經營困難。呢一間茶餐廳一個樓面嘅時薪係50蚊，老闆話雖然已經高過法定最低工資，但係請人有困難，再提高法定最低工資，茶餐廳都要加人工挽留人手，估計樓面嘅月薪至少要加多650蚊。洗碗辛苦咯，咁咪轉晒第二個行業啊，咁樓面都係啊，轉咗去保安員啊之類咁樣，所以我哋啲流失係好高。咁到期時嗰啲人工咧就唔係加2個半咁簡單，就應該加半成嘅人工嘅開支啦。咁每個餐都係加1至2蚊度。政府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，法定最低工資嘅時薪會由30蚊提高至32個半，增幅係8.3%。有立法會議員話，飲食業經營會更加困難。最低工資咁樣加法係對其實我哋飲食業造成好大嘅影響。長遠呢係更加令到投資者係唔敢去投資，但係對市民冇好處。你哋無論去食咩嘅餐，快餐好、中餐好、飲餐茶好，都會加價。政府話有關修訂條例嘅公告會喺呢個星期5刊登憲報，下星期3提交立法會。如果獲得通過之後，經修訂嘅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最快喺5月1號勞動節實施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報導。星期一發生嘅警員開槍案，警方拉咗2個女人，懷疑同案件有關。星期一清晨，一個警長喺追截涉嫌偷報紙匪徒嘅時候，疑匪嘅時候登上一架客貨車同懷疑匪徒糾纏，行駛近1公里之後被推落貨車，期間開咗4槍，疑匪最後走甩咗。
警長右腳被貨車剪傷。車上面當時有一個大約20至30歲嘅男人同一個18歲左右嘅女仔。警方經調查之後，前晚喺灣仔拉咗一個30歲女人，尋日凌晨又喺尖沙咀拉咗一個33歲嘅女人。兩個人懷疑同案件有關，現已獲准保釋，下個月中向警方報到。兩個男人喺老人院舍爭執推撞，其中一個人送院之後不治。警方拉咗一個64歲嘅男人，暫時列作謀殺案。警方喺夜晚10點幾帶走64歲涉案男人，佢涉嫌謀殺被捕。警員就喺案發現場落馬洲石仔嶺花園呢一間老人院舍調查。警方話喺下晝4點幾，兩個住喺呢一度嘅院友因為用暖爐問題爭執，一度互相推撞。其中患有長期病患嘅55歲院友之後報稱頭暈，睇唔到嘢，送到北區醫院搶救後死亡。我哋發現唔到有傷痕嘅，咁其實佢哋就推兩個人推下，咁院方嘅職員埋去分開嗰陣時間，佢哋都有慢慢大家兩邊都有坐低嘅喺地下，咁跟住就分翻開，擺翻大家都喺地方坐翻低㗎啦。咁嗰個歷時嗰個經歷都係1-2分鐘內已經係完結咗啦。初步咧，我哋知道咧佢有最耐嘅係糖尿病啦，咁亦都可能會有相信咧就係有腎病同埋心臟病嘅。咁以我哋所知，佢今朝都啱啱睇過去過覆診翻嚟嘅。咁亦都醫生可能透露到都話個病情都有可能有啲嚴重嘅。警方今日會安排法醫解剖，確定死者嘅死因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偉拔報導。休息翻嚟有其他消息，陣間再見。你叫我做官嘅喎，係你叫我幫你打大老虎嘅喎。官場中有個傳言，所有文武百官所做嘅虧心事，都會以白紙黑字記低。我都查咗百官行好耐，唔知查唔到，我誓不為人。環海奇觀今晚8點半。我喺 online store 度見到條裙好靚啊，不如我哋去間鋪頭度試下咯。呢件啊，兩隻色都